唔知你屋企支蠔油用咗幾多年呢？平時去超市買蠔油，你係睇牌子定睇價錢，定係好似好多人咁見到樽身寫住蠔油2個字就即刻放入購物車？如果我同你講，你平時用嚟炒菜、蒸魚、粽耳嘅嗰支所謂蠔油，分分鐘一滴蠔嘅成分都冇，甚至仲加咗成堆化學添加劑、增稠劑、防腐劑同色素，你食落肚嘅分分鐘唔係鮮味，而係一支由化學嘢堆砌出嚟嘅醬油色素水，你又會點諗呢？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一個好多香港人每日入廚都犯嘅大錯，話你知去買蠔油嘅時候，樽身如果講唔到某2個最關鍵嘅字，你就千祈唔好買，因為買咗返去就等於拎咗支化學劑返屋企，食得多隨時影響健康。講起蠔油呢樣嘢，可以話係我哋香港人以至整個華人飲食文化入面嘅靈魂調味料。無論係屋企炒個菜心、炆個冬菇、煮個包汁，定係出街食飯蒸條魚，冇咗蠔油嗰種濃郁嘅鮮味，成道口就好似少咗個魂魄咁。但係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傳統嘅蠔油到底係點樣做出來嘅呢？話說喺1888年，即係130多年前，廣東珠海有位做生意嘅老人家喺煮蠔嘅時候忘記咗熄火，結果個煲底嘅蠔汁被煮到濃縮晒，變咗深褐色，好濃郁嘅液體。點知一試之下，發現味道鮮美到不得了。呢個就係世界上面第一樽蠔油嘅由來。所以真正最原始嘅蠔油做法其實非常簡單，亦都非常天然，就係用新鮮嘅蠔肉加水長時間慢火熬煮，煮到啲蠔嘅精華完全釋放落啲汁度，再慢慢濃縮成濃稠嘅醬汁。呢種古法煮出嚟嘅蠔油，每一滴都係蠔嘅精華，天然含有好豐富嘅氨基酸，味道鮮甜濃郁，根本完全唔需要加咩味精或者色素。但係時至今日，喺呢個講求效率同成本嘅商業社會，市面上你見到幾十款唔同牌子、唔同價錢嘅蠔油，到底仲有幾多樽係用呢種傳統古法長時間熬煮出嚟嘅呢？答案係少之又少，因為用真蠔去熬煮，成本高、時間長、產量少。如果成間工廠都咁做，一樽蠔油要賣到幾百蚊先至可以回本。於是乎，好多黑心商人或者想慳成本嘅廠家就開始諗盡辦法去偷工減料。佢哋用極少嘅蠔汁，甚至完全唔用蠔汁，然後加入大量嘅水、白糖、鹽、味精、修飾澱粉，即係生粉用嚟勾芡整濃佢，再加焦糖色素去整到佢黑黑地，最後再加化學香精去模擬蠔嘅鮮味，仲有各種防腐劑嚟延長保質期。你買返屋企個支，外表睇落黑漆漆、黏糊糊，好似好正宗咁，但實際上佢只係一支用化學化合物理出嚟嘅假蠔油。咁樣問題就嚟啦，我哋去超市買蠔油，到底點樣先至可以一眼睇穿佢係真定假？點樣先至可以避免買到呢啲化學劑返屋企呢？呢度就要教大家睇樽身嘅成分表。香港嘅法例規定，所有預先包裝食物嘅成分表必須要按照成分嘅重量由多到少嚟排列，即係話排列喺第一位嘅就係呢樽嘢裏面含量最多嘅成分。呢個時候你就必須要喺樽身嘅成分表裏面，我啱啱提到嘅嗰2個最關鍵嘅字，就係蠔汁或者蠔提取物。如果你拎起一樽蠔油，睇下佢嘅成分表，發現排喺第一位嘅係水，第2位係白糖，第3位係味精或者變性澱粉，去到第4、第5位先至見到蠔汁2個字，甚至成個成分表呈嚟去都完全冇蠔汁呢2個字，咁你就可以即刻將佢放反低。因為呢樽嘢裏面含量最多嘅係水同糖，真正嘅蠔成分少之又少，甚至係0。如果成分表第一位寫住嘅係蠔汁，呢樽先至算係合格嘅真蠔油，因為呢個代表咗整樽醬油裏面佔比例最多最重嘅成分係真材實料嘅蠔汁。如果連蠔汁呢2個字都冇，你買返去唔單止係浪費錢，更重要嘅係你食落肚嘅係成堆化學添加劑。好多人可能會問，食多咗呢啲化學添加劑調配出嚟嘅假蠔油，對身體到底有咩影響呢？首先，呢類醬汁通常含有極高嘅鈉同埋糖，因為佢哋冇真蠔嘅鮮味，廠家必須加大量嘅鹽同糖去掩蓋化學味同埋提味。香港人本來飲食就容易高鈉，食得太高鈉嘅嘢，最直接嘅影響就係血壓高，增加心血管疾病、中風同埋腎病嘅風險。第二，為咗整到支醬汁有濃稠嘅質感，佢哋會加入大量嘅修飾澱粉。呢啲澱粉喺高溫烹調嘅過程中，有可能會產生對人體有害嘅物質。第三，最令人擔心嘅係焦糖色素。市面上好多平價醬油同假蠔油，為咗整到個顏色睇落好深，好似濃縮咗好耐咁，會加入3號或者4號焦糖色素。
呢類色素喺加工過程中可能會產生一種叫四甲基米座嘅化學物質。喺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嘅分類入面，呢種物質係被列為可能對人類致癌嘅物質。如果你每日煮味都用呢啲含有化學色素同添加劑嘅醬油，日積月累之下，對身體嘅負擔有幾大，相信唔使我多講，大家都心知肚明。除了睇第一位係咪蠔汁之外，挑選一樽好嘅真蠔油，仲有幾個好實用嘅技巧可以分享俾大家。第一，睇下醬汁嘅流動性同附着力。真材實料嘅蠔油，因為係由蠔汁濃縮而成，又有天然嘅蛋白質同膠質，佢嘅濃稠度係好自然嘅。倒出嚟嘅時候流動會比較慢，但係順滑。塗喺碗邊或者碟邊，會有一層淡淡嘅自然褐色膜。而用生粉勾芡勾出嚟嘅假蠔油，質地會顯得非常之膠，非常之硬，甚至乎你搖下個樽，會覺得佢好似果凍咁塊塊咁凍，倒出嚟嘅時候一結結咁跌落嚟。呢啲就係加咗太多年份久遠嘅化學增稠劑嘅表現。第二，睇下醬汁嘅顏色，真正嘅好蠔油顏色應該係深褐色或者帶有微微光澤嘅紅褐色，唔會黑到好似墨汁或者石油咁。如果支蠔油黑到完全唔透光，咁10成8九係加咗大量嘅焦糖色素。第三，用鼻聞同埋用口試。真蠔油打開樽蓋，會有一股好自然、好清香嘅海鮮鹹香味，食落口鮮甜濃郁，食完之後口入面唔會覺得乾或者苦。相反，化學調配嘅蠔油聞落去可能會有一種刺鼻嘅化學香精味，或者極重嘅糖精味，食完之後會覺得好口渴。呢個就係因為入面加咗太多味精同防腐劑嘅緣故。講到呢度，仲有一個好多香港家庭都忽視咗嘅超級大隱患，就係蠔油嘅保存方法。我咁講，全香港起碼有一半以上嘅屋企用完蠔油之後，都係隨手將支蠔油放喺廚房嘅爐頭旁邊，或者放喺調味料架上面，由得佢日曬雨淋、受熱受潮，以為蠔油同花生油、生抽一樣可以常溫保存。呢個做法簡直係極度危險，大家一定要記住，真蠔油裏面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同營養成分，加上佢水分含量不低，一旦打開咗封口，喺室溫之下，特別係香港夏天又熱又濕嘅環境，簡直就係細菌同霉菌嘅溫床。好多人可能會話，我支蠔油放喺室溫幾個月都冇變樣狗，又冇發霉。如果係咁，你仲要更加驚，因為呢個代表你買嘅係樽加咗極多防腐劑嘅化學蠔油，多到連霉菌都生唔到。如果你買嘅係真材實料、防腐劑少嘅優質蠔油，只要喺室溫放超過1個星期，樽口位置好容易就會開始滋生黃曲霉菌。黃曲霉菌產生嘅黃曲霉毒素係世衛組織列為1級嘅致癌物，毒性非常之高，長期微量攝入會嚴重損害肝臟健康，甚至誘發肝癌。所以大家今日睇完呢個影片之後，返到屋企第一時間去廚房睇下，只要係打開咗嘅蠔油，無論佢樽身寫咩，都必須要放落雪櫃冰格下面嘅冷藏室保存。每一次用完，樽口要用乾淨嘅紙巾擦乾淨，然後即刻蓋好蓋放，反入雪櫃，咁先至可以確保食物安全。最後，我想再提提大家，去買蠔油嘅時候，唔好盲目相信大牌子，亦都唔好以為貴就一定好，或者平就一定差。最安全嘅方法，永遠係拎起樽嘢，返去後面睇成分表，認住嗰2個字蠔汁，一定要睇清楚蠔汁係唔係排喺成分表嘅第一位。如果成分表寫住水、糖、味精、排鮮，甚至完全冇蠔汁，咁無論佢包裝幾靚，宣傳幾犀利，價錢幾吸引，都千祈唔好買返屋企。健康係自己嘅，入廚煮記本來係想俾家人食得開心又健康，千祈唔好因為一時疏忽，將化學劑同致癌風險煮埋落啲喺啊！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個資訊有用，記得分享俾身邊成日入廚嘅屋企人同朋友，等大家都可以避開呢個廚房陷阱，食得安心又健康。